南投中寮乡的良安数位机会中心，多年来伫偏乡提供着乡亲数位学习的机会。这个是透过3D 的列印，教老大人来做手机的架啊，甲锁匙圈的吊饰。老大人讲会当接触到新科技，真珍惜。对老岁示范，这老大人举3D 立体列印笔，利用无共色水的线材变化，就使摕来藏手机啊。都往来啦，头啊做迄，伊也做啦，做大哥大的伊也做嘿，伊也做啦，伊也做。大家做到欢喜个啦。头一摆耍这款新科技，这老大人拢是愈耍愈欢喜。啊，做伙真心实，做这嘛真心实，袂歹啦。系啊，做这安尼有影，是不是像大家安尼运动安尼做运动安尼袂歹啦，做这安尼做啊。都心实啊，快乐啊，动脚动手动脑啊。伫中寮乡设立超过17年的良安数位机会中心，这个专工为老大人设计3D 立体列印笔的应用课程，分共同学习甲进步。接触新的东西啊，然后所以他们就会刺激脑部，就之前没有看过，就好好玩啊，好新鲜，好想尝试一下。经过讲师甲志工耐心的指导，这老大人学甲真心实，嘛认讲无像伊所想的遐困难，会使接触到新的物件，因感觉特别好。